債券咧係我哋私行戶口裏邊咧主推嘅第一產品。因為即使咧而家都叫做減過息啦，高評級企業嘅債券咧仍然可以做到大概5%。作為一個基底咧，已經可以交到差㗎啦。如果喺呢個以上咧，再用按倉值去把握一啲嘅市場機會，搭多5至6%上去啦，總回報一年有10至12%啦，好多客戶咧都已經好開心㗎啦。嗱，正式開始之前咧，請大家留意呢個聲明啦。特別提醒一下啦，呢系列嘅視頻提及嘅產品咧，係專門俾專業投資者去睇嘅。嗱，可能未必會適合其他嘅投資者啦，或者公眾人士。其實咧，買債券咧就等於係借錢俾啲企業。而通常我哋揀得嘅債券咧，都係世界頂尖嘅企業，例如啲銀行啦、保險公司等等，有信心咧佢唔會執笠嘅。特別強調一下啦，債券投資咧最好嗰個 point 咧，就係只要持有到期，你買嘅時候揀咗嗰個嘅票面息率啦，同買入嘅價格，已經可以100%保證你之後每半年派息嘅數目，同到期嘅時候咧，一定能夠攞翻100% 嘅本金。冇任何嘅不確定性嘅。換言之咧，冇任何嘅風險。當然啦，呢個冇風險嘅講法咧，係要假設發債機構千祈唔好執笠。所以咧，債券就係一個工具，俾我哋嘅客戶咧可以趁而家仲係高息嘅時候咧，鎖定未來10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咧，都可以享受呢個高利息嘅。我哋講債券咧，最中意咧就係用匯豐銀行嘅債券做一個例子，因為對於香港人嚟講咧，我哋假定匯豐銀行咧係唔會執笠嘅，發鈔銀行啊嘛，所以一定會派到息同埋還到錢。雖然啦，客觀上我個人咧對呢個咁嘅信念咧有少少保留，但唔緊要嘅，我哋先以匯豐做一個開頭，唔係話我哋同佢背書，而係揾一個例子。好多人都覺得係絕對穩陣嘅例子咧，睇下都可以做到乜嘢水平嘅回報。例如呢一隻匯豐銀行債券啦，我哋之前幾次嘅視頻咧都有提及到嘅，絕對唔係升咗先馬後炮拎出嚟做例子。唔信咧可以揾翻我哋之前嘅視頻去睇翻。我唔知道 YouTube 上載嘅日期咧有冇得做假，但起碼真心我自己真係唔識啦。你睇翻系統個上載日期咧，就證明我哋係一直有講嘅，到今日就已經證明我哋係正確啦。2036年5月到期，大約10年多啲嘅到期啦，每半年派一次利息，派息嘅年率咧係6.5%，即係每次咧有3.25%，好唔錯嘅派息㗎。喺2023年嘅10月咧，市場嘅價格咧係93.25，低水，即係面值100蚊嘅債券咧，你俾93.25咧就買到啦。你可以想象成咧有一個6.75% 嘅市場折扣咯。所以咧個實際派息率係咩咧？6.5 over 你實際俾出嚟嘅93.25，有6.97% 嘅，差唔多有7厘。仲要話，雖然你俾嘅係一個折扣價，但到期咧，你仍然係保證攞翻100蚊嘅本金，一個保證嘅資本增值6.75，賺息兼賺埋個價咧，個總複息回報咧係有7.33% 㗎。如果嗰陣時你做咗啦，未來10年年年保證賺到7.33，你自己話爽唔爽啦？有客戶咧一聽我哋講就嗱嗱聲落盤。金融市場有筍嘢咧，唔會 forever 嘅，要把握嘅，亦都肯定有人聽咗之後咧，當耳邊風，一堆嘅藉口。嗰期咧最常聽到嘅咧就係話，喂，定期都有4-5厘喎，唔使咁麻煩啦。咁我哋當然會客觀分析嘅，話定期得6個月至多未夠12個月，
到期嘅時候要續期咧，嗰個利率咧可能會低好多嘅喎。趁高息嘅時候買債券，就係要鎖定未來10年嘅高利息啊嘛。但係講完仍然會有人答我哋㗎，到時候先算啦咁。但係啦，真係到而家個利息減咗啦，定期一般連3% 都冇啊！就嚟翻問我哋，喂，嗰隻7厘嘅債券仲有冇啊？咁樣嗱，隻債券係仲有嘅，但個市價唔同咗㗎啦，機會過咗就係過咗。嗱，自2024年開始咧，聯儲局開始減息，所以債券嘅價格咧係 keep 住升嘅。嗱，呢隻債券咧，2024年嘅4月咧係報101.58。2025年嘅8月咧更加升到107.58，到2025年嘅年底咧已經係109.09㗎啦。原因係咧票息6.5%咧，明顯係超高嘅。所以市場好公平㗎，呢隻高派息嘅債券咧自然就值錢，要用較高嘅市價咧去買到。票面利息咧話就係6.5啊，咁但係實際你係要俾109.09去買㗎嘛。所以6.5 over 109.09咧個實際派息率咧係5.96%。咁喺而家嘅利率水平裏邊咧都係好高㗎啦，但已經係冇7厘啦。鬼嗰陣時叫你買，你又唔買咩？到10年後到期咧，匯豐都一樣嘅，會俾翻100蚊嘅面值你。咁所以咧，你就會有個9.09嘅損失。呢個就係你呢10年持續獲得一個高於市場嘅6.5% 派息嘅代價嚟嘅。一加一減之下咧，所以實際收益率咧係5.34%，冇6.5，呢個係脫離市場嘅。但係5.34啊，全保證喎，仲要兼係鎖定未來10年喎，咁你已經好過好多其他嘅金融工具啦。所以咪話咯，有比較就有傷害㗎啦。早知道就之前做咗，之後10年就唔使再傷腦筋啦，7厘幾喎。但係另一個 point 就係，我哋冇可能翻2年前嘅價格㗎啦。而家5.34%冇之前咁好啊，但係都唔差喎。你見到利息係不斷減緊㗎。呢個唔係我預測喎，你自己睇下新聞啦。大家都講緊係減息啊定加息啊。特朗普派晒啲親信入去聯儲局委員會，點解啊？因為要逼減息啊嘛，減息刺激經濟，咪會等到啲選民覺得佢做得好好咯。所以話，如果你而家唔把握個機會去做啊，之後只會仲低嘅啫，可能連5% 都冇。過去2年，你睇下我哋有冇點我哋啲客啊？財富管理呢樣事情啊，應該要做嘅嘢就係要做㗎啦，唔好拖拖拉拉，蘇州過後就冇艇搭。正所謂有圖有真相，仲要係 post 埋上去 YouTube， 俾埋個 link 你哋可以去 verify 嘅。我哋真係2023年咧已經有介紹匯豐嘅債券㗎啦。當年實際嘅總回報率咧有差唔多7厘。有一點咧要解釋一下嘅，之前我哋啱啱講嗰隻咧2036年嘅債券咧，其實係我哋呢一年先開始攞嚟做例子。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係講緊2033年到期嗰一隻。但係唔好誤會啊！我哋唔係馬後炮，見邊隻升先攞出嚟話升咗啊！之前2023年嘅時候咧，因為我哋講2033年咧，係因為我哋想要一個10年到期嘅債券作為一個標準去做研究。但過咗2年啦，2033年嗰隻咧就變咗得翻8年啫嘛。咁所以我哋就改講呢個2036年，用翻大約10年嘅做一個標準。當年我哋講嗰隻嘅債券咧，其實而家仲可以買賣嘅。我哋唔揾佢做例子啫，唔代表唔見咗。啱啱講2036年嗰隻債券咧，由2023年嘅報價93.25咧，升到最近嘅109.09咧，固然係賺咗嘅。但係呢一隻咧，當年攞出嚟做例子嘅2033債券咧，一樣都升嘅。大家都係匯豐債券，減息嘅情況下咧，冇可能一隻升一隻唔升㗎。
嗱，所以我哋檢討咧，我哋用翻之前視頻 exactly 嗰隻俾你睇，唔好俾人哋話我哋做馬啊嘛。當日如果客戶睇到我哋嘅視頻真係買咗咧，咁啊真係恭喜晒你啦！當日隻債券咧價格係90.51，啱啱2025年最後嗰日咧報價係104.59。呢2年咧就派咗4次利息嘅，分別係2024年嘅2月啦、2024年嘅8月啦、2025年嘅2月同埋2025年嘅8月，每半年一次。票面息率係5.402，但因為當時你實際買入價咧係90.51啦，咁所以個實際派息率咧係講緊係5.97，咁即係半年咧就係2.98嘅。4次派息總共就派咗11.94㗎啦。咁呢啲係真係收到嘅派息嚟嘅喎。如果以通常20萬美金一手嚟計嘅話咧，收息都收咗21,000幾美金，大約港幣成168000㗎。另外咧，價格係由90.51低水升到104.59嘅高水，升幅咧係有15.56%嘅，講緊係28,000幾美金，港幣成22萬㗎。賺息加埋賺個價 ，total 係講緊388000幾，仲要唔係話股票嗰啲可以大升之後大跌嘅工具喎。持有債券係保證收到利息，同埋到期咧係一定攞翻本金嘅工具，咁樣都2年賺成39萬，27.5%，除翻2年，每年係有成13.75%㗎。所以投資係咪真係咁難啦？最怕嘅就係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做，賺唔到錢你就賴個市場話好難玩，我有咩好講啫？當然啦，我哋唔係話推匯豐嘅債券，匯豐我哋只係做一個基礎嘅討論啫。事實上咧，除咗匯豐嘅債券咧，市場都有好多其他嘅選擇。例如渣打銀行都係一間好大嘅銀行啊。標準普爾信貸評級咧係有 A 減，代表償付能力係強 strong。2030年到期，大約5年。因為有啲客戶咧其實好堅持，會唔想太長㗎。不過如果真係識玩咧，預期之後係會減息咧，真係唔怕做長啲㗎，鎖定長時間嘅高利息。就算真係要5年用錢啊，到時係可以喺市場放售㗎嘛，冇話一定要等到債券到期㗎。而喺幾乎一定減息嘅情況下咧，所以債券係一定會升嘅。呢個債券嘅票息咧係5.005，但市價高水102.79，所以實際派息率咧係4.869，計埋到期咧會有2.79嘅本金損失啦。實際收益率咧係4.28嘅。5年期嘅債券嘅收益率咧係會低少少，唔夠5%。但如果可以攞住5年都有4.28啦，起碼都跑贏存款啦。講到銀行咧，都唔一定要揀本地嘅銀行嘅。我個人嘅心水咧，其實可能係澳洲嘅4大銀行會仲穩陣。話晒澳洲咧係資源大國啊，冇錢還都大打龍蝦鮑魚。唔係話債券冇錢派息咧就寄啲龍蝦俾你抵數啊，而係資源大國啊，啲龍蝦鮑魚同其他好多金銀銅鐵石，甚至連做原子彈嘅油都有得出口嘅，賣到啦，咁咪有錢還俾你咯。所以我個人嘅睇法咧，其實澳洲4大銀行咧，可能個償付能力係仲高嘅。事實上咧，澳洲主權評級咧係有最高嘅3條 A， 呢個係比美國仲要高㗎。4大銀行之一咧就係話 Westpac 西太平洋銀行，呢隻債券咧2035年11月到期，大概10年，票息係5.618%，市價係高水104.28，所以實際嘅派息咧其實係5.387，總收益率係4.99%，啱啱唔夠5。鎖定未來10年咧都每年有4.99%喎。其實好多做開存款嘅理財客戶咧已經好滿意㗎啦。
嗱，唔好話成日講銀行啊，因為做投資最重要係分散所以買債券咧都唔好話單買銀行嘅債券啊嘛。例如可以睇下呢隻嘅消費品種類，可口可樂係一盤好穩定嘅生意啦。好多人都講嘅，如果經濟差，消費者會唔買車唔去旅行，不過飲支可樂啫，應該都唔會慳嗰少少啩。所以就算經濟起伏都好啦，可樂公司應該都有足夠嘅生意去做，有足夠嘅收入去派息同埋還錢俾你。2054年到期，票息5.3厘，市價稍微低水99.43，實際派息係5.33%，總收益率係5.34%。一隻防守行業嘅債券咧，都有5.34厘。如果係退休想有穩定利息收入嘅人咧，都係正到痹㗎啦。28年期睇落有啲長啊，但係真係識玩咧，你要忘記晒做定期存款嘅概念。做定期存款咧，你一定要等到到期，否則有機會會冇利息嘅。但債券係有價有市㗎，你隨時要用錢咧，可以喺市場賣出去套現㗎，冇規定一定要揸到期。而要套現嘅時候咧，理論上當然個市價係冇保證啦。但係唔好唔記得喎，未來我哋都講緊係減息㗎嘛，而減息債價係會升嘅，而年期越長嘅債價對嗰個利率嘅升跌嘅敏感度咧就會越高。即係話咧，同一個利率呢一張嘅28年債券嘅價格會升得比5年同10年嘅債券會更加多㗎。首可以鎖定未來28年嘅5.34%保證派息，公隨時可以賺咗個價就走人㗎啦。所以咪話咯，識玩呢期梗係買長債嘅。嗱，最後一個例子咧就係蘋果公司。標準普爾信貸評級咧係 AA 加，AA 加嘅意思咧就係償付能力非常強 ，very strong。其實咧，Apple 作為美國超強嘅企業咧，信貸評級咧係同美國政府睇齊嘅，所以理論上咧真係唔需要質疑佢嘅穩健性。2060年到期34年，仲長過之前嗰隻嘅，票息就得個2.55啫。呢個喺科技公司咧係好常見㗎，因為科技公司咧中意有錢都走去做研發，而唔係派出嚟，寧願之後一次過去還錢嘅。所以咧個市價咧係嚴重低水，56.83%，實際嘅派息咧係2.55 over 實際你俾出嚟嘅56.83啦，其實都有4.487嘅，咁所以就唔係表面咁差嘅。不過因為大低稅啦，到期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大嘅保證本金增值，你今日嘅本金56.83啦，到期就保證攞翻100 over 56.83，嗰度講緊一個保證嘅本金增值咧係75.96嘅。呢個就我成日話咧，科技公司寧願之後一筆過俾個回報你，好過而家咧年年要派息俾你咧，抽走佢哋要嚟做研發嘅資金嘅。每年保證派息4.487，到期嘅保證本金增值咧係75.96，賺息賺價都好多人中意嘅。而且除咗之前講過咧，年期越長，價格對利率嘅升跌敏感度越高之外咧，票息嘅高低都好影響㗎。票息越低，如果減息嘅話咧，債價就會升得越厲害嘅。所以呢隻債券咧，照道理嚟講咧，係咁多隻之中咧，有機會升得最勁嗰隻。鎖定咗4.487呢個派息之餘咧，隨時一個減息一嘢爆上去，穩守特攻，其實可能好過好多嘅收息股㗎啦。今日最後提一提，今次講嘅債券咧，唔係公開俾大眾投資者認購嘅。根據咧香港證監會嘅規定咧，只能推薦俾專業投資者，意思即係話港幣800萬或者以上資金嘅人士，例如私人銀行嘅客戶。喺私人銀行嘅操作咧，我哋通常會用呢啲嘅高評級債券做個基底，因為有保證派息啊嘛，可以無間斷提供一個基礎收益，幫個客戶打個底先。
之後咧，我會用呢啲債券咧做一個按倉值，去做一啲槓桿式嘅保單，套一個利息差嘅，或者買一份大額嘅人壽，可以留幾倍嘅錢俾下一代。如果接受到嘅話咧，上面我哋再視乎個市場機會啦，做一啲風險有限嘅掛鈎結構性產品。嗱，最後咧，剩餘嘅額度咧，我哋可以做一啲短期嘅套息嘅操作，靈活轉身偷少少雞都好啊嘛。所以咧，喺5-6% 嘅債券回報上面咧，搭多5-6% 上去，一年有10至12% 交差咧，客戶就 very happy 啦。嗱，我哋嘅身份咧就係所謂嘅 external asset manager， 獨立嘅資管經理，即係咧我哋係唔隸屬於銀行嘅，所以冇數要跑，唔會俾啲高層推我哋去買 accumulator 雷曼債券，知道有問題咧，唔賣就係唔賣㗎啦。銀行係逼我哋唔到嘅，我哋只係介紹客戶去私人銀行開戶，用私行嘅平台，然後獨立建議客戶去買乜，所以客觀可靠好多。今日關於債券嘅介紹咧，大概係咁多啦。最後，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咧，記得 subscribe， 之後有新片咧，系統就會通知你㗎啦。亦都記得要 like 同埋 share 分享俾朋友。嗱，如果對本片咧有任何嘅意見啦，或者希望有任何嘅查詢啦，請喺以下留言或者聯絡你嘅財富顧問。